你好，8月21號星期五，考得進入財經頻道，我哋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助你更上一層樓。星期四嘅 A 股市場呈現出震盪反彈嘅狀態，滬指收復咗3900點，滬指縮量咁上升0.24%，市場縮量超過咗4300億，港股市場情緒做多係相當活躍嘅，隔夜嘅美股出現咗普遍上升嘅走勢，主要係受益於美國財政部星期三所宣布嘅擴大國際回購嘅操縱，美債收益率應聲回落，主要嘅股市係應聲普升。美國財政部採取嘅呢一項措施有利於推動美債收益率大幅咁下行，呢個對資本市場走強具備有比較大嘅推動作用。星期四嘅亞太股市亦都普遍出現咗反彈 ，A 股同埋港股都出現咗一定程度嘅回升，市場嘅信心有所收復。總體嚟睇嘅話，當前嘅美聯儲或者唔會貿然咁加息或者係降息，美股整體上仍然處於高位做震盪，泡沫破裂嘅跡象都未有出現，因此 A 股短期嘅調整或者唔會持續太長嘅時間，建議投資者從容咁面對市場嘅短期調整。美國財政部大幅咁擴大長期國債回購規模，引發咗美債收益率嘅跳水，直接點燃咗貴金屬嘅行情。現貨黃金企中咗4500美元，同時間嘅話，美國嘅聯邦政府債務嘅總額突破咗40萬億美元，全球嘅央行增持黃金嘅長期邏輯仍然喺度持續咁做發酵。花旗就預測未來6到12個月嘅金價會去到5000美元一盎司，摩根士丹利都認為金價向2027年或者更早嘅時間突破5000美元。港股本週嘅表現係持續低迷同埋窄幅咁做上落，總結港股上半個月徘徊於25500點至到26200點做窄幅咁嘅做上落，預期港股短期會缺乏明確嘅方向，除非有震撼嘅消息出台，唔係嘅話就只能到喺25000點至到26000點呢個區間做嚟回咁做拉鋸。星期四嘅中國央行將1年期同埋5年期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分別維持用3% 同埋3.5% 係不變嘅。星期四嘅香港公布7月份嘅綜合 CPI 年率係1.7%，持平預期同埋前值。美國香港7月份嘅3個月嘅失業率係3.7%，持平於預期同埋前值。中國2026年7月份嘅經濟數據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係7.7%，你嘅財富增長跑唔跑得贏印鈔速度呢？星期四嘅瑞士央行預期咁維持利率不變，連續第12個月維持利率響1.75% 係不變嘅，為歐盟嘅最低水準。並且重申，如果伊朗嘅戰爭引發通脹加速嘅話，今年仍然準備收緊貨幣政策。根據美國嘅財經媒體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所採取嘅避免向伊朗升級軍事行動嘅措施，正值美方認為伊朗同埋阿曼之間嘅會談陷入僵局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佢嘅政府就認為伊朗同埋阿曼嘅會談幾個星期之前已經破裂咗。特朗普喺社交媒體上發帖就威脅要對伊朗發動經濟戰，話美國將會對任何同德黑蘭進行商業往來嘅國家都一律實施制裁。根據路透社嘅調查結果嘅報導就話，福爾摩斯海峽嘅航運交通數據顯示，美國同埋伊朗嘅地緣政治僵局並沒有出現好轉。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喺20號嘅時候表示，2050年嘅全球天然氣需求將會大幅咁增加，預計到2050年全球嘅天然氣需求將會增加去到日均超過咗9100萬桶嘅油凍量，較2025年增加超過咗1900萬桶油嘅。星期四嘅 A 股三大指數集體咁上升，收盤嘅時候，上海證券就升咗0.24%，報3903點，滬深兩市成交2.08萬億，市場近4100檔股票上升。星期四嘅港股三大指數集體咁上升，收盤嘅時候，恒生指數升咗0.8%，報25,698點。
恒指係4連升，累計升咗581點。星期四嘅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咁收跌，道瓊斯工業平安就跌咗1.31%，納斯達克指數跌咗1%，標普500指數跌咗0.86%，中國金融指數係跌咗1.15%。美國上個星期初次申請失業金嘅人數小幅咁下降，維持喺歷史嘅低位附近，表明咗勞動力市場裁員嘅規模係比較少。美國去到8月15號嘅當週初次申請失業金嘅人數係去到20.6萬人，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去到8月8號當週繼續咁申請失業金嘅人數係179.9萬人，高於預期，高於前值。美國8月份嘅費城聯儲製造業嘅指數係47.4，係高於預期同埋前值。美國7月份嘅諮商會領先指標月率係0.2%，高於預期，高於前值。美聯儲嘅戴利發言就話，美聯儲嘅政策處於良好嘅狀態，就冇睇到需要提前加息嘅證據，對美聯儲7月份維持利率係持非常支持嘅態度。根據美國財政部星期三所公布嘅數據，截至去到星期二，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目前已經正式咁突破咗40萬億美元呢個大關，成為咗美國應對財政失控困境之中嘅又一項嚴峻嘅里程碑。道明證券就係報告就指出，從實際嘅收益率同埋名義收益率嚟睇嘅話，美國嘅長期國債收益率目前係具備有吸引力嘅，但係投資者嘅信心就不足，意味住短期之內收益率可能會繼續咁承受壓力。美國財政部擴大長債回購規模嘅利好，呢個消息就轉瞬即逝去啦。發布唔到24個鐘，收益率就收復咗跌幅。星期四嘅時候，30年期嘅美債收益率反彈去到5.26%。分析就認為呢個計劃好難扭轉長端嘅收益率嘅結構性上行嘅趨勢。向美國財政部宣布將會增加長期國債回購規模，以幫助穩定債券市場之後，美國抵押貸款利率連續第2週下降。房地美向一份聲明之中就表示，30年期嘅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嘅平均利率從1個星期之前嘅6.67% 降到6.65%。今朝嘅經濟狀況，尋日星期四上嘅證券指數升9點，報3903點；香港恒生指數升203點，報25698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安指數跌咗700點，收報52762點。美元搶人民幣在岸價報6.7303，搶一美元黃金報4585.22美元，一盎司紐原油報86.68美元一桶。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699。香港厚德綜合財經頻道祝你視力運轉，鴻運當頭。